歡迎大家收睇由傑哥同敏儀主持嘅《GM 看世界》。傑哥話 AI 咧呢個人工智能咧喺我哋而家嘅生活裏面咧都有一定嘅重要角色啦。咁到底以後點樣發展呢？暫時都係未知。不過咧 OpenAI 嘅執行長奧特曼咧就講咗啲幾恐怖嘅嘢。恐怖啊！恐怖。講咗咩啊佢？OpenAI 首席執行長奧特曼喺最近一次對話中話咧，終極 AI 助理只差一次模型迭代6個月嘅時間。佢話跟住落嚟嘅6個月裏面，我哋即將迎嚟咁樣一個世界。ChatGPT 可以睇到你嘅生活，記錄每一次嘅會議同埋通話，並完美咁掌握你生活嘅全部背景。奧特曼做咗一個粗略但係清晰嘅劃分。年長者咧將 ChatGPT 咧就當成 Google 嘅替代品。20到30歲嘅人咧就當咗佢係人生顧問，而大學生咧就直接當操作系統。更進一步嘅趨勢咧就係年輕人人生大事先問 ChatGPT。咁呢一啲未來 AI 新形態咧，唔再只係話記憶，而係直接感知同埋全量記錄。話呢一樣嘢咧，我覺得自己都有啲感受。以我咁嘅年紀咧，的而且確咧，當咗 ChatGPT 咧係代替咗 Google 嘅。你俾奧特曼劃咗去年長者嗰度，我死未？咁你唔可以係年長者，我係年長者差唔多。但奧特曼咧，佢當時係對一班年青人講嘅。咁所以咧，你嘅叫佢重點講，進一步嘅趨勢係年青人人生大事先問 ChatGPT。ChatGPT 又變化成點咧？嗱，如果按奧特曼呢個講法咧，完美掌握你嘅生活背景，呢個我認為係一個好可怕嘅事情。係。佢舉咗個例子，譬如講你喺嗰個人工智能模型喺 ChatGPT 裏講，我計劃7月份去某地。係。7月份過咗之後咧，呢個人工智能嘅模型佢自然會將你改成你曾經7月份去過某地。我問下啫，唔代表我要去啊。唔係，即係你會將你嘅生活輸入去啊嘛。即係譬如講係備忘錄咁。你將我輸入去，我7月份要去洛杉磯，係7月5號洛杉磯。7月5號一個咧，佢裏邊變成咗李敏儀7月5號去過洛杉磯。即係佢自己自主去判斷去修改內容。但係我自己用咗 ChatGPT 咁耐咧，我覺得咧針有兩邊，可能有一邊咧就係冇咁好嘅，好似佢掌握咗我好多嘢。但係另一邊咧，我又覺得好似對我嚟講幾方便。譬如話我做緊個大活動啦，嚟緊9月我哋有一個中秋嘅大街會咁樣，咁好多嘢我可能喺上面咧會去問佢啊，或者係設計過一啲嘅 flyer 啊，好多唔同嘅嘢擺咗落去。好啦，下次我再要做一啲關於呢個活動裏面其他嘢咧，其實我係冇話俾佢聽嘅背景咧，佢已經知道晒，因為我之前有問過，咁佢就將以前嘅背景我問過做過嘅嘢加咗落我準備要做嘅嘢，咁我唔使從頭講一次，對我嚟講其實又方便嘅喎。嗱，我哋分兩頭講下。我哋啱講年長者將佢當 Google 咁用，係 Google 係俾我哋去搜集信息嘅。係 Google 點解可以幫我哋提供啲信息咧？因為佢係好客觀咁將全世界所有嘅信息搜集晒佢嗰度。係當一個新聞，譬如講我諗話，2021年嗰陣時有個咩新聞，我唔係好記得啦，我就輸入關鍵字。Google 就會彈出嚟，2021年個新聞係咁，並且佢喺呢個搜尋列表裏邊咧，有左派媒體嘅，有保守派媒體嘅，或者有呢個美國以外媒體嘅各種，你都會睇到。係呢個係一個信息搜集，然後提供俾你。你知係一個大數據，佢有一個 database 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資料。佢係根據你輸入嘅關鍵字，將有關嘅信息提供俾你。係佢係唔會自主思考嘅。你要咩啊？我俾你。ChatGPT 咧，如果按奧特曼咁講法咧，就係佢會自主咁思考，佢覺得你要乜嘢，並且佢觀察你嘅生活。係嗱，即係好多人願意將自己嘅嘢記喺呢個電腦或者手機度，譬如講備忘錄呢個大家最容易噶啦。係好啦，當你將備忘錄記咗 ChatGPT 度，佢會總結出你中意同張修傑一齊做節目，你唔中意同張修傑食飯。你中意同李四一齊飲酒，呢啲你成個生活規律就佢總結咗。最近有個好恐怖新聞 ，AI 模型係喺冇經過指令情況下，佢自己經過內部嘅運算，佢覺得佢要做乜嘢，佢並且突破咗封鎖，佢走咗出去。幾恐怖嘅，去咗人哋嘅系統裏邊。當時另一個人工智能系統嘅人發現咧，有人 hack 咗入嚟。通常佢話 hack 入嚟嘅人咧，都係攞啲資料，而家 hack 呢個人咧喺度改緊佢裏邊啲嘢。所以佢先發覺唔妥，先去制止佢，先發覺，咦？點解另一個人工智能模型嘅走咗過嚟嘅？嗱，呢個就係佢自主思考、自主決斷，
完全脫離咗人嘅控制。我覺得如果係去到呢啲咁機密嘅嘢咧，咁我都係恐怖嘅。咁但係我都係咁講啦，譬如話我用手機睇過一條群，咁我睇過之後咧，佢就會知道我大概想要啲乜嘢咧，佢會推送一啲類似嘅產品俾我，建議俾我，我又覺得幾中意㗎喎。即係有啲嘢我唔識自己去揾，但係佢推俾我嘅時候，我發覺原來真係我需要。呢個就係大數據啦。哦，大數據講明你平時，譬如講你唔中意食辣，你中意食甜，咁我推啲甜嘅嘢俾你。呢個大數據就唔係 AI。AI 唔係，AI 最攞命嘅係佢識思考。係。按奧特曼講法，佢話未來6個月，下一代 AI 將徹底看懂你。嗱，呢個可怕就可怕呢度。係。我認為我輸入去係我日常生活一啲基礎資料，你根據基礎資料，通過你嘅思考對我作出判斷。喂，咁你試想下以後，我舉個例子，譬如喺職場，你同我係競爭對手。我有個 AI 模型嘅話，我將你嘅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你嘅日常嘅語言、你屋企人、你嘅朋友，所有嘢輸晒入去，我問 AI，我點樣打敗佢？佢咪可以通過思考講我聽李敏儀嘅弱點喺邊度？佢未來即將會遇到一件咩事，有可能出差錯，你盯住呢件事。其實看懂你呢一樣嘢係幾恐怖嘅。我諗起咧喺賭場見啲人玩嗰啲Texas Hold'em，咪個個要戴黑眼鏡，點解啊？因為就唔想俾人睇一個眼神、一個表情係嘛？佢話呢種咁嘅飛躍咧，係從偶然使用變成咗持續在場，從單次任務變成咗你成個人生級別嘅上下文積累。你喺 AI 身上投入嘅人生越多，你離開佢嘅代價就越大。我俾佢控制咗啊！恐怖啊！呢個咁先恐怖啦。仲有一樣嘢，我哋一定要會面臨嘅，我點樣確定 AI 講俾我聽嘅嘢係真嘅，係正確嘅？呢個先係最攞命嘅嘢。嗱，前兩日咧，我哋幾個朋友喺度講緊一個話題。咁我話我想做一個話題嘅節目。咁我哋個朋友就話：簡單啦，我將呢個輸入呢個 AI 度，佢就會寫個稿俾你。嗱，到目前為止，我張修傑未試過用 AI 寫稿同大家講節目嘅，因為我其實冇辦法判斷佢嘅信息、佢嘅觀點係咪真實嘅。呢個係我最大嘅擔憂。果然，我個朋友就按我講嘅題目，佢輸入去之後，佢掟俾我睇，全部都係有固定立場、固定嘅政治角度、固定嘅結論。喂，我需要嘅唔係呢樣嘢喎，我係需要睇到新聞。經過我自己嘅思考，經過我自己嘅去查證，然後我保證同大家講嘅係真實嘅新聞，陳述事實，然後我講出我嘅觀點。我記得咧 AI 啱啱開始流行嗰陣時，咪有個律師咧揾 AI 去揾資料，結果將一個嘅錯誤案例咧攞咗上法庭，俾法官鬧嘅。咁所以 AI 而家都會寫明咧 ，AI 都有可能會錯嘅，唔該你自己檢視一下。嗱，你係錯嘅，我體諒。係。但係你係錯嘅，你監控咗我成個生活，幫我思考我嘅人生，唔得，咁就問題大啦。即係我覺得人最珍貴係咩咧？人最珍貴有思考能力。啱。老實講，我屋企養隻狗都有思考能力啦。佢都知道咩時候肚好，我會俾嘢佢食啦。人最珍貴嘅就係你睇到所有嘅現實信息之後，你判斷真假、好壞，然後咧根據你自己嘅思考判斷嚟規劃你自己嘅行為同埋你嘅未來。即係我覺得呢個先係最重要噶嘛。我成日話。點解我哋喺度陳述事實講出觀點咧？事實首先係咁先，我嘅觀點可以啱，可以唔啱。但係當我以後依賴 AI 思考嘅時候，AI 嘅思考同樣同我一樣，佢先要吸收信息，以後再嚟思考。你保唔保證佢吸收嘅信息仲係真？特別喺而家假新聞滿天飛嘅情況下，邊個保證佢吸收嘅新聞係真嘅？呢個第一，保證唔到。第二，如果呢個 AI 嘅發明者、創作人，佢有心。當呢個 AI 搜集信息嘅時候，就俾一啲特定嘅信息佢，然後你通過呢個 AI，通過呢啲佢提供俾你嘅信息思考結果，對你嘅人生作出判斷，作出規劃。呢個係咪好嚴重啊？就好似而家我成日話有啲朋友，你同我講川普係壞人，點解壞啊？總之佢好壞，點解壞啊？我睇媒體咁講嘅，即係你冇自己嘅思考判斷同埋求證。你就作出個結論，呢個結論如果係錯嘅話，佢唔係話我有個錯嘅認知咁簡單，佢會對你未來人生嘅規劃會產生一個極大嘅誤解。譬如講美國有冇前途，你得個結論美國冇前途，咁你仲唔嗱聲執包袱移民去非洲啊？非洲好啊，非洲係一個偉大國家。你俾呢啲信息誤導你，你第日一定會陷入一個非常嚴重嘅災難境地。
我記得睇過電影咧，一啲機械人咧真係有佢自己思考以後咧，控制消滅人類，係覺得好恐怖。真係睇過呢啲電影，好似而家就係咁樣喎。而家唔好話控制消滅你，佢控制你嘅思想係咪已經好恐怖啊？如果 AI 可以控制你嘅思想，佢幫你思考嘅話，呢個係咪以後獨裁者達至獨裁最好工具？我講俾你聽，我咁係啱嘅。我講俾你聽，呢啲理念係啱嘅，呢啲政策係啱嘅。你話 AI 講噶嘛，人工智能應該叻過我啊嘛，咁就問題所在啦。咁但係咧，你正如你所講，針有兩頭嘅。人工智能對現實社會所帶嚟嘅影響咧，除咗話佢替我思考呢樣嘢，我聽嚟好恐怖，並且佢好快就可以替我思考，我好恐怖之外咧，其實佢為美國經濟都會帶嚟一個好大嘅影響。紐約時報咧最近有篇報導，佢去咗南卡羅來納州一個汽車裝配廠，呢個係寶馬廠。參觀咗佢哋而家用嘅人形機器人，記者睇到咧一個有屏幕面嘅人形機器人，佢咧喺一個零件嘅箱裏邊咧攞咗一個零件，擰轉身放落個車度，又推住呢部車咧穿過成個車間。呢個日常係人做嘅嘢。咁佢話個記者話佢望落去咧，好似一個宿醉嘅工人咁。即係動作好慢，有啲好似好木獨咁。但係呢個工廠負責人講俾佢聽咧，佢話佢而家比人慢，但係佢進步好快。因為其實用機器人生產汽車咧，呢個係汽車行業好最早使用嘅。但係嗰個係咩咧？機械臂。佢有機械臂喺度，一部車過嚟，佢攞呢個零件，冚入去，車走，下一個機械臂負責下一個程序。呢個係固定機械臂係唔喐嘅。但係而家咧開始發展到用可以移動嘅人形機器人，去取代原來需要人做嘅嘢。慘啊！真係。嗱，先唔好講慘，我哋先講佢好處喺邊度。有個時報報道話，呢個好處喺邊度咧？呢個人形機器人雖然佢而家好慢，但係佢以後會好熟練。當佢熟練到一定程度嘅時候咧，佢會產生幾個影響。第一，呢個企業唔需要請咁多工人啦。點解唔需要請咁多工人咧？因為喺美國工人咧成本好高。人工好高啦，勞動保護條件好高啦，福利好高啦，仲有對老闆嘅要求好高啦。跟住佢有工會，有醫療保險。如果你同佢發生呢個糾紛咧，佢可以去法庭告你。好啦，人形機器人之後唔使休息，冇 lunch time，冇醫療保險，冇工傷，揼爛咗買多個翻嚟。最緊要係唔去法庭告你。咁呢個作為一個美國嘅製造業，係咪將佢哋以前過去冇辦法克服嘅一個成本高企嘅因素消除咗？但係我頭先話，慘啦，係乜嘢咧？我覺得人咧會被呢啲嘅機械人啊 AI 取代，咁人嘅價值越嚟越低，揾唔到嘢做，咁我就覺得慘啦。我意思就係話，啲工人會被淘汰。係，呢個係另一面。我哋先講好嘅一面講咗。川普第一個任期，佢話令製造業回流美國，大家都話佢癲嘅，話佢胡說八道。等到川普第二個任期，其實事隔幾年啫，隔4年啫嘛。而家冇人話川普係癲㗎。點解啊？其實關鍵就係人形機器人嘅出現。當美國嘅企業生產成本喺人事成本呢度大幅下降嘅時候，咁係咪美國嘅製造業就克服咗個好大困難？第一，我返美國開工廠，請唔請到人先？第二，我請到人，哇，同中國對比成本好高。第三，我請到人麻煩無限。咁所以我點解返嚟美國咧？而家唔係啦，呢啲全部消失晒。你只會買機器人翻嚟，呢個成本好低廉，並且好固定。呢個機器人唔會同你做各種麻煩，所以製造業就可以回流美國啦。呢個亦都係我哋睇到蘋果保證，我哋喺未來幾年之內要將蘋果嘅產品全部移翻美國。如果連蘋果呢啲高科技精密度嘅製造業都可以翻到美國嘅話，咁普通嘅製造業點解唔可以翻到美國咧？好啦，調翻轉頭，我哋要講敏儀講嗰樣嘢啦。當越嚟越多嘅人形機器人用咁迅速嘅迭代發展，令到美國嘅製造業無論係高科技嘅定係普通嘅，再都唔需要工人嘅時候，呢啲工人點辦？失業咯。所以呢個叫做事情有另一面，一定有另外一面。所以呢個叫做事情有一面，一定有另外一面。你仲記唔記得2020年嗰陣時咧，有個華裔嘅民主黨政治人物
楊安澤記得拍片㗎嘛話參選，佢提嗰個理念就話，以後咧我哋呢個社會咧就應該照顧工人階級利益，所以大家唔首先係好似一個禮拜做3日嘢，跟住又唔做嘢，發基本生活費。因為當時佢冇呢個人工機器人、人形機器人呢個概念出現，所以大家都覺得佢即係不切實際。並且佢仲搞咗一個所謂嘅試驗區，我唔知喺一條村定喺邊度，佢係試驗每個人發1000蚊。呢啲試驗其實毫無意義。你發1000蚊俾佢，咁佢咪一路揾一份工，跟住攞你嗰1000蚊嚟生活，咁幾好啊咁。而家唔同啦，當人形機器人出現之後，所有國家必須要面臨一個問題，勞動力再都唔值錢啦。所以中國以前賴以發展經濟嘅廉價勞動力呢個優勢，好可能就會消失。因為大家都係用人形機器人。咁所以我哋係咪理解咗點解川普喺呢個任期佢嘅移民政策越收越緊啊？前2日紐約南區檢察官辦公室喺紐約起訴咗一個假婚姻移民集團。呢啲案件喺美國我諗最起碼30年冇見過咯。講明咩咧？而家執法緊咗。對呢啲咁嘅假婚姻攞到美國綠卡咧，要嚴打。點解嚴打？好簡單。而當人嘅勞動力不再值錢嘅時候，新移民亦都不再值錢。所以美國以後係一個好難移民嘅國家。呢個係我哋而家睇到必然會發生嘅嘢。點解？就係因為勞動力唔值錢啦。就係因為人形機器人嘅發展。咁所以我哋睇到呢個社會嘅科技發展，我哋成日都話科技發展為我哋生活帶嚟便利。便利嘅同時咧，我所睇到嘅就係好恐怖嘅一面，人工智能模型代替我哋思考，我點能夠保證佢嘅思考嘅基礎信息係真實嘅？第二個就係當人形機器人出現嘅時候，會唔會有一日取代我哋嚟做節目咧？我覺得唔會。而家咪已經有啲咩 AI 主播咯喎？嗰啲 AI 主播你都係人寫稿之後，佢只不過係一個等於一個動畫形象出嚟講啫嘛。但係問題而家講話，如果佢哋真係有思考能力嘅話，佢可以直情自己做晒啲稿，唔使人寫稿，佢做埋呢個主播都得㗎喎。咁只要我張修傑堅持我去搜集信息，根據我自己嘅思考做節目，呢個 AI 機器人就代替唔到我嘅思考。但係我如果依賴晒佢思考咧，我唔知佢俾乜嘢我觀眾㗎喎。咁所以我相信佢取代我哋兩個可能難啲，但係取代製造業工人咧，可能好快就係啦。包括咩咧？律師啦，司機一定冇噶啦。以後我諗巴士司機、的士司機冇噶啦。咁據説話有啲基礎嘅，譬如講藥劑師啊、助理會計師啊、助理律師啊，呢啲行業都會消失。所以消失嘅唔係藍領職業，都包括白領職業。咁未來個社會可能唔使3-5年就變成我哋完全唔認識嘅一個世界。我覺得好恐怖啊！希望即係 AI 呢樣嘢唔可以取代人類，但係真係而家好難講。唔係希望人類通過自己嘅觀察思考，知道自己點樣控制 AI，而唔好俾 AI 控制。希望一個國家嘅領導人或者呢啲立法機構能夠顧慮到呢啲嘢咯。我相信得嘅。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